大家好，今日我哋要傾嘅係一個足以載入商戰史冊嘅驚天巨雷。呢個雷唔單止震碎咗資本市場嘅寧靜，更令嗰位曾經叱咤風雲、被譽為超人嘅李嘉誠陷入咗生平罕見嘅至暗時刻。就喺呢短短幾日入面，780億港元嘅市值就好似被狂風捲走嘅落葉一樣，瞬間蒸發得無影無蹤。邊個會諗到呢位喺商海入面游走咗一世嘅老狐狸，竟然喺自己97歲嘅高齡，喺外界本以為佢已經功成名就，準備頤養天年嘅耨耋之年，遭遇咗咁毀滅性嘅衝擊。呢起事件嘅導火索，仲要由前2日嗰樁差啲就成交嘅港口大買賣講起。李嘉誠旗下嘅長和集團原本定喺4月2號要將手上嘅43個關鍵港口賣俾美國嘅金融巨頭貝萊德。呢個可唔係一筆小數目，交易金額高達228億美元。如果呢筆交易成咗，李家又可以套現一大筆現金離場，繼續佢嗰套低買高賣嘅資本遊戲。可誰都冇想到，就喺簽約嘅前1日晚上，即係3月28號，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突然發佈公告，宣布依法對呢筆交易進行審查。國家重拳落下，嗰228億美元嘅買賣被瞬間凍結。緊接着，唔簽啦嘅消息好似長咗翅膀一樣傳遍咗全球。長和集團亦不得不正式確認交易暫緩。嗰一刻，97歲嘅李嘉誠恐怕係真係慌咗。佢面對嘅係前所未有嘅內憂外患。內部係官方嚴絲合縫嘅審查，呢種審查意味住咩？懂行嘅人都清楚，呢個係喺紅線問題上絕對唔姑息嘅信號。外部係股價嘅雪崩，780億嘅市值化為烏有，嗰個可係真金白銀嘅血汗錢啊！可就喺呢個李家大船搖搖欲墜、內外交困嘅節骨眼上，更勁爆、更令人心寒嘅消息傳嚟啦！李嘉誠嘅二公子，人稱小超人嘅李澤楷，竟然喺3月30號高調宣布，佢旗下嘅業務同長和集團早就冇任何股權關係啦。大家聽聽呢句說話喺呢個時候講出嚟，到底係咩意思？係李嘉誠葫蘆入面賣嘅咩藥，定係呢位二公子急住要大難臨頭各自飛？喺呢個時機跳出嚟喊我哋冇關係，係父子情斷，定係又一場驚天動地嘅算計？呢個時間點選得實在係太巧妙，亦太殘忍啦！日日選喺老爸最焦頭爛額、家族市值狂瀉、國家叫停交易嘅時候，李澤楷卻忙住劃清界限，睇住97歲嘅老父親獨自承受呢種泰山壓頂般嘅壓力，親生兒子卻急着撇清關係。呢個仲係嗰個我哋印象中榮辱與共、家教嚴明嘅李家嗎？豪門嘅水深確實唔係我哋呢啲局外人一眼就睇透嘅，但係喺我眼中，李澤楷呢部睇落好似無情嘅棋，背後至少藏住4層深唔見底嘅心思。第一，佢係喺暗中修築防火牆，俾自己留條後路。長和今次惹上嘅麻煩可唔少，涉及國家安全紅線，後面好可能會有更嚴厲嘅制裁或者連鎖反應。李澤楷呢種光速切割，本質上係對佢自己經營嘅盈科集團金融業務同科技產業嘅一種自我保護。佢要確保自己唔會被老豆嘅爛攤子牽連，呢個亦都係為李氏家族保留一顆可能燎原嘅火種。呢招壯士斷腕，夠狠，亦夠聰明。呢個係佢做緊危機公關，拼命維護自己嘅商業信譽。李澤楷呢個人，自90年代創辦盈科以來，一直就想擺脫李嘉誠兒子呢個標籤。佢奮鬥咗20多年、30多年，無非係想證明自己唔靠老豆都行得。今次重提零股權關聯，其實係向全世界嘅投資者喊話：我靠嘅係自己打拼，長和嘅事同我無關，我嘅公司財務穩健，背景清白。喺呢個時候，佢一定要做好切割，否則佢嘅融資渠道、佢嘅商業版圖都會受到波及。第三，呢個亦暗示咗李家內部喺發展路線上嘅巨大分歧。好似賣咗43個戰略港口咁大嘅決定，好難相信家族內部係鐵板一塊嘅。據傳，李嘉誠同長子李澤鉅一直認為應該賣，應該繼續全球化套現，
但特立獨行嘅李澤楷對呢種做法其實頗有微詞。此刻嘅切割其實係傳遞緊一種隱晦嘅聲音，呢種做法我唔贊成，甚至係暗示緊李家過去嗰種左右逢源嘅玩法一定要變咗。第四，佢係試圖用另一種方式救家族嘅顏面。長和嘅品牌形象受損，李澤楷就趕緊展示佢嗰邊嘅生意風景獨好。呢種積極強調業務成功嘅態度，喺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對沖掉一啲負面影響，俾外界一種李家仲未倒，仲有接班人嘅錯覺。但呢個亦都產生咗一個疑問：李家傳承咗幾十年嘅老規矩，難道喺利益面前就咁唔堪一擊咩？李嘉誠呢一世教俾兒子哋嘅核心秘訣係咩？除咗眼光，最重要嘅就係嗰份深入骨髓嘅小心。雞蛋唔放喺一個籃子入面，呢句至理名言指導咗佢幾十年嘅分散風險策略。但係呢一次，面對國家安全，面對地緣博弈嘅紅線，佢嘅老經驗失靈咗。虧損780億，就算係世界首富都唔可能唔心痛。可悲嘅係，97歲嘅佢依然表現出一種令人費解嘅堅持，非要將今次嘅蛋放到美國呢個籃子入面。而家長和仲喺度打太極，對外清交易只係暫緩而非終止，明顯係想留條後路，想睇下仲有冇轉圜嘅餘地。但係喺大是大非嘅原則問題上打馬虎眼，係唔係太天真啦？國家今次點解要動用反壟斷審查，咁果斷淡叫停呢筆商業交易？答案其實好簡單，今次李嘉誠想賣嘅唔係普通嘅房產，亦唔係普通嘅超市，而係涉及全球43個關鍵航道嘅港口資產，特別係嗰啲位於巴拿馬運河兩側嘅要地，嗰度係全球貿易嘅咽喉啊！大家可能唔知，中國一直都係呢啲港口嘅大客戶，有21%嘅船隻目的地都同呢個相關。呢啲港口關乎住國家嘅經濟命脈，甚至關乎住信息安全。喺美國瘋狂打壓中國海運，威脅要收天價停靠費嘅背景下，如果你將呢啲關鍵節點拱手讓俾美國嘅金融巨頭，咁就等於係將我哋嘅咽喉直接暴露俾對手。呢個已經唔係簡單嘅做生意啦，呢個觸碰到咗國家安全嘅最高紅線。所以當佢想裝作若無其事咁推進交易時，國家果斷出手係必然嘅。呢個傳遞咗一個無比清晰嘅信號：喺中國你可以做生意，但絕對唔可以凌駕於國家安全之上。邊個敢挑戰呢個底線，邊個就要付出慘痛嘅代價。其實李嘉誠今次失去嘅遠唔止嗰780億，市值嘅蒸發只係表面嘅皮肉傷，真正致命嘅係聲望嘅坍塌同未來嘅路變窄咗。李嘉誠曾經係無數創業者嘅偶像，亦係外商喺華投資嘅標杆，但今次風波令大家睇清楚，佢嘅行為喺某種程度上係喺撕裂某種默契，唔顧大局。經過呢一役，佢喺內地嘅信譽恐怕好難修復啦。未來李家喺華嘅項目必然會面臨更嚴苛嘅審查，而李澤楷嘅切割真係可以令佢獨善其身嗎？喺李嘉誠兒子呢個深深嘅標籤下，恐怕冇咁容易。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唔自由。李嘉誠呢個關鍵嘅一步棋，究竟係會駛向新生，定係從此擱淺喺歷史嘅淺灘上？我哋只可以拭目以待。不過就喺李嘉誠呢邊水深火熱嘅時候，佢身邊嗰個紅顏知己周凱旋最近嘅動態倒係幾有意思。2024年，周凱旋以23億美元嘅身家首次進入香港富豪榜，位列第35位，成為榜單上最大嘅黑馬。外界對周凱旋嘅關注，往往停留喺佢同李嘉誠之間嗰段跨越咗30多歲年齡差嘅感情上。好多人稱佢係李嘉誠背後嘅女人，但周凱旋自己從來唔係咁睇。佢清醒地知道自己唔係依附於大樹嘅藤蔓，而係同佢並肩前行嘅合作夥伴。就好似佢自己講嘅咁，我唔係李嘉誠嘅附屬品，而係一個完全獨立嘅個體。呢種喺頂級富豪面前依然能夠活出自我，保持獨立嘅姿態，確實令好多女性佩服。據報道，由周凱旋住嘅別墅去到李嘉誠嘅住宅，
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兩人經常一齊食飯，一齊牽手行街。當媒體問佢點樣同呢位商界巨頭相處時，周凱旋嘅回答非常有哲學意義。佢話：要聰明如狐狸，亦要單純如鴿子。喺97歲嘅李嘉誠面前，呢位60多歲嘅女性從來都冇刻意展現美貌，相反，佢成日將自己弄得老氣橫秋，戴住復古嘅耳環，着住沉穩嘅套裝，甚至故意令自己睇落比實際年齡大上20歲，以此來拉近兩人嘅視覺差距。周凱旋喺李嘉誠面前既有卑微嘅一面，例如喺眾人面前幫佢影相、打掃，甚至蹲低幫佢綁鞋帶，但佢亦有極強嘅主見。佢從來唔向李嘉誠獻媚，亦從來唔耍花招謀求名分，甚至喺面對李嘉誠嘅原配夫人莊月明時，佢亦展現出咗極高嘅情商。佢曾經主動提議喺以原配命名嘅莊月明樓前加個李字，變成李莊月明樓。呢種大度同氣量，令李嘉誠對佢更加信任。兩人之間呢段跨越數千個日夜、堅實走過幾十年嘅關係，確實難能可貴。至於呢個係愛情定係友情，對佢哋呢種層次嘅人嚟講，或許早就模糊咗界限。身為女傑，周凱旋走出咗一條唔同嘅路。佢有野心，但係總可以收放自如。就喺幾個月前，兩人仲罕見地一齊出現喺公眾視野中，被福布斯評選為第18屆亞洲慈善英雄榜嘅代表。喺同密歇根大學女科學家嘅合照中，97歲嘅李嘉誠手上拎住手寫信，左手戴住電子手錶，顯得十分接地氣。而周凱旋就企喺一邊，臉上洋溢住自信嘅笑容。嗰陣時嘅佢哋，或許仲未預料到呢場涉及43個港口嘅風暴會嚟得咁猛烈。而家李嘉誠企喺咗人生嘅十字路口，一邊係相伴數十年嘅紅顏知己，一邊係急於切割嘅親生兒子，一邊係縮水嘅巨額財富，一邊係不可逾越嘅國家紅線。呢位曾經嘅商海巨馬，能否喺呢次巨震中揾到最後嘅避風港？佢嘅小心同眼光，喺面對新時代嘅規則時，係咪仲可以幫佢化險為夷？呢出豪門商戰大戲，遠冇到落幕嘅時候。我哋回過頭嚟睇李嘉誠呢一世，見慣咗風浪，由1950年創辦長江塑膠廠，到1979年收購和記黃埔，再到後來喺全球範圍內瘋狂佈局。佢每一個10年嘅跨越，都踩喺咗時代轉折嘅點位上。但係時代總係變緊，以前嗰套純粹向錢睇嘅邏輯，喺今日呢個講究國家安全、講究大局意識嘅背景下，顯然已經行唔通啦。李澤楷嘅切割，其實亦都係一種無奈嘅信號。佢代表住李家內部亦意識到，過去嗰種靠住信息差、靠住左右逢源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嘅時代已經徹底終結咗。喺中國做生意，如果你忘記咗食住碗入面唔可以插住鍋嘅基本道理，咁再大嘅商業帝國都可能喺一夜之間分崩離析。780億市值嘅灰飛煙滅，對普通人嚟講係天文數字，對李嘉誠嚟講可能只係數字嘅跳動。但嗰種被時代拋棄嘅孤獨感，嗰種親生兒子喺大難臨頭時俾出嘅致命一擊，恐怕先係呢位97歲老人家內心深處最難言嘅苦痛。李嘉誠嘅呢筆港口買賣，最終會演變成點樣嘅結局？李澤楷嘅防火牆真係可以擋住餘波嗎？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對於李嘉誠今次嘅滑鐵盧，以及李澤楷嘅光速切割，你有咩睇法？如果你鍾意我嘅內容，唔好忘記點讚關注，我會持續為你帶嚟最前沿、最勁爆嘅深度解釋。我哋下期節目再見。